叶薇的方舟计划现在正在内部评审当中，可偏偏这个时候啊，雾角诊所的旧账又被人翻出来了。有人质疑他当年默许了一些非法来源的数据，总之就是舆论对他很不利。雾角诊所，什么旧账？你不知道啊？雾角诊所就是打着方舟计划的旗号进行非法基因采样的地下诊所，早就被取缔了。但是现在有人指控叶薇当年为了获取一些特殊的数据，对这种灰色地带态度很模糊。现在调查组都已经进入了，让他公开当年的一些数据，可是他非常的抗拒，这就是我和同事都很不理解的地方。按理来说，公开私人数据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他认为那些数据里头有比他的清白更值得被保护的东西。保护的东西是他的科研成果，还是我们？右伦，右伦。啊。作为朋友的立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拖下去对他真的很不利。现在公开数据或许还有转机，劝劝他吧，至少能让我们知道他到底在保护什么，我们才能帮他，对不对？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联系我，因为我们真的都很想帮助他。明白。按理来说，公开私人数据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，除非他认为那些数据里头有比他的清白更值得被保护的东西。他对我的那些好都是演出来的吗？不可能。杨博士，理事会有些问题想和您核实一下。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抱歉，涉及到机密，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。请。他想要拿到数据，把我也关到黑诊所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大费周章？你回来了。喝口水吧。谢谢。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没事儿。那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跟我有关系吗？理事会有些问题想和您核实一下。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抱歉，涉及到机密，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。你只要保证你跟孩子的健康稳定，其他的事儿别藏。他为什么这么冷？这样待人说中。不行，我必须问清楚。怎么开口？他要是不说真话怎么办？理事会的调查我会配合。它是唯一的地球样本，我需要自行处理。他这是要瞒所有人吗？现在只有拿到数据，才能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。
佑伦，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要的东西，这是你怎么拿到的？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？你不用管我怎么拿到的，你只需要告诉我。 三妹，佑伦不见了，我把该找的地方全部都找过了。你说她一个孕妇能跑到哪儿去呢？姐姐也找不到了，怎么会两个人都消失了呢？不知道啊。但我昨天在姐姐办公室看到了戴云，这事儿说不定跟她有关系。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。走。哎，别去别去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戴云，我们找到她也没用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得先把姐姐找到。走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个房间的信号已经全都被我切断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要纠正你的错误，我不允许你再对这些基因样本动感情。他们不是基因样本，那是活生生的人。你看看你现在说的话，以前那个冷静的蒋叶薇博士去哪儿了？你的逻辑呢？你的理性呢？全都去哪儿了？叶薇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好不好？啊？你别动我！如果你只想要数据的话，完全可以等孩子生出来。你到底要把他们怎么样？戴云，我怎么可能允许这种基因出现？